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湾第一个马道林志玲，今年6月来闪婚，即摆要办到请人客咯。就伫这个礼拜日11月17，要办伫个台南的美术馆，要办12道。林志玲是台南的查囝，各为台南出嫁，所以台南市政府特别准备嫁妆一牛车，要送给林志玲。12项的礼品，拢总是台南在地农特产品。露天的中庭，还有一丛大树，这气氛高电风啊！林志玲婚宴场地较近，要伫台南美术馆一馆举办，再次加进世纪婚礼，选伫台南引发袂少话题。为了打造真正爱情产业链，台南市府要向这对新人送上大礼。嫁妆一牛车，不管是茶米油盐酱醋茶，才会啉的东房用的，拢总有。台南查囝出嫁，都爱精心选用台南在地好礼。家里的牛蒡，希望他们结婚很棒，然后这个婚姻生活很棒。西港的黑麻油当然是养生补气的圣品，所以冬天来的日本的冬天比较冷，然后如果他们要生小孩那之后呢补身子就用麻油是最好的。另外市府嘛真大心，处处拢设想周到，还佫打造翁仔某两个专属的饼模。上面有林志玲跟她的先生 Akira 的这个名字，所以是特别为林志玲跟 Akira 量身打造的这个饼模。上面有结婚新婚致喜。台南嫁查囝无咧客气的，这嫁妆就是爱满满一牛车，互新郎的厝内人感受到台南上在地人情味，嘛甲台南行销出去。